啊，那他妈，这首先，要问候大家，呃，吉祥如意，这是的嘞。在昨天简略的讲说了法入道。法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心中如果没有坚定的出离心的话，那么持戒、行善或者闻思修等等的这些修持呢，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得到解脱。同样的，就只是布施他人一点点吃的东西，这是一种善。但是如果你带着菩提心而这么做的话，这个善它就是成佛的因。所以我觉得法入道可以这样子来做解释。那么法入道这个部分，可以说针对三乘各自的修持做不同的一些阐述。总而言之，这个部分法入道有两个，一个是取入暂时的解脱道，还有一个是去入究竟的遍知佛果，有这两个。但是就以我们这一次用的经文来说，因为去入暂时解脱道这个部分已经在第一法的轮回过患的时候讲过了，所以现在的法入道主要在说的是去入大乘道。那么尤其呢，冈波巴大师他的意趣这是他的认为是说，像是妙法莲华经等等大乘佛教的这些殊胜的经典当中，阐述的一个义理就是就近一乘的观念冈波巴大师觉得这观念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解脱庄严论》的序言当中就有这样子提到，就是说这样的就近一乘的观念很重要。同时呢，还有另外一部论点是罗拉雅巴之四法根本颂笔记中也有说到，道法一一人根器，不了义而说三乘。所以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三乘的这个说法是不了义的，了义来说只有一乘。所以洛莱亚巴大师对于这两句的解释是说，这句话隐含的前两句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依了义来说唯有一乘。此意呢，在妙法莲华经当中有说的很详细。那这里我们就不多做解释哦。总之呢，法入道这个部分，你会看到在冈波巴的其他一些教言当中都有提到，有两种入道的方式法入道两种，一种是依靠升起世俗菩提心而建立或者说去入大乘道的基础。第二个方式是依靠升起圣意菩提心，斩断实有的执着这样的一个根本斩断，以此而进入道的正行。所以有两种入道的方式。另外在一位叫喇嘛祥瑜扎巴大师，他也有说到说，为何法需要入道呢？因为虽然佛法已经能够对治烦恼，降伏自心，然而如果你的心中没有升起慈心、悲心、菩提心的话，就不算去入大乘道，仅仅是去入声闻和缘觉的道中而已，无法得到无上的菩提。因此要想尽办法于自己的相续当中升起慈心、悲心和菩提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判断是否是一个大乘行者，标准在于说你有没有发起大乘的
菩提心。而菩提心是否升起的关键，又在于说你有没有大悲心。而要升起这个大悲心，你又必须要依靠慈心等等这些心才可能升得起。所以会看到心性的一种修炼，它是有次第的，它不可能突然就升起了这种，比如说世俗不净心，突然就升起了，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谈到了慈心、悲心等等，所以我想针对慈心跟悲心说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大概昨天太晚睡了吧。最近呢，我为了比较忙准备课程，有的时候只能睡3-4个小时，所以好像比较没精神。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吗？有竹子，可以看得到竹子吗？看到竹子。看到竹子，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电影吧，《功夫熊猫》。有时候有些人跟我说，你长得很像功夫熊猫那个熊猫。那再加上今天背景又是竹子的话，那大家真的觉得我就是活生生的一只熊猫坐在这儿了。讲回来，这里说慈悲那慈心是什么呢？是说希望他人能够得到快乐。悲心呢，就是希望他人离开痛苦。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在大乘佛教当中谈到的这个慈悲，它不就是文字上这样的一种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广大而且深刻的。我认为说这个慈悲呢，主要牵涉到关乎到的是我们看待他人的一些真实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他人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平常我们说最简单我们会对他人有关心的这种心情，这种心叫什么？就是同情心。它属于一种能够理解他人痛苦的一种心情。那么再更进一步来说的，就是一种同理心，也就是能够体会他人，一种就是这种同情心，它再更强烈一点的话，就是所谓的同理心那么不只是理解他人的痛苦，也能够体会他人，有一种，也就是感同身受他人的痛苦，你真的能够，你变成是他一样的感同身受的去体会。但是这里谈到的是慈悲，它不仅仅是同情心，它也不仅仅是这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它比同情心或者说同理心还深刻得多。而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慈悲它不就是一种心情，或者是某种这种感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智慧，或者说
对于究竟的实相是什么的一种认知，这样的基础上而展现出来的一种行为，或者说一种心，叫做慈悲。那么具体来讲，是对什么有认识呢？也就是认识到说，我和他人之间是没有分别的，是平等的。这就是慈悲它的一个基础的认知，是这个。我们人类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学会了这种很多的概念，其中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控制的身体，这个运身就叫做我自己。然后旁边或者其他那一个你不能控制的那个身体或运身呢，它就是另外一个人，他人。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它是你本身就具有的吗？与生俱来的吗？不是的，它是后天可以说被教导出来的，被灌输的一种思想。换句话说，我们会说我、你、他这样子的称呼，是我们人类出于很多的原因而衍生出来、创造出来的一种产物。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一些研究，譬如说谈到世界上对于现存的一些古老的语言当中，看到说里面没有很清楚的你、我这些的用词，并没有。所以，其实从就近的角度、实际的一种层面来看，我和你和他，也不是各自相异的。也就是说，我、你和他，并没有我们概念上认为的那样子是有距离的，或者有隔阂的，并没有。不仅说你、我、他是没有隔阂的，而且任何人我们之间都是一体的。换句话说，自己和现在周围所有的人，或者说和所有的众生之间都是没有分别的。我们概念中认为有的你我他的分别跟距离，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身体，就认定说我和他是两个独立的、没有关联的个体。事实上呢，根本没有一个确实的证据或者合理的逻辑能够说或证明自己和他人之间是完全独立、完全互不相干的。所以每个人是分别独立的、自主的个体，这样的一种的概念，它纯粹是你思想出来的一种产物，它并非事实。但是呢，因为我们太熟悉和习惯这种的思维模式，所以会觉得很自然理所当然，就是有这样的分别，甚至完全不会去质疑这是有问题的。但这里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譬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各个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都有各自的国界，而国界这样的一个界限，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呢也都是我们人为的，或者说刻意之下的一个产物。
但如果你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有什么国界、边界的这样的一种概念。譬如说一棵树好了，它的生长是完全不会在乎国界的。还有天上的鸟，它也没有国界的概念，到处飞。在地下爬的虫子，它也是自在的到处爬行的。甚至讲回我们人类自己，事实上也是由于可能被告知了，然后你才知道，是有这个国家，这里是这里，那里是那里的这种划分。所以以这个做比喻哦，同样的，我们和他人之间本来没有任何这种分别的，会有自己、我他人等等的区分，其实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一种概念。那么好，如果说实际上我们是一体的，那为什么我们和其他人，你会说看外在的身体，不管是身形啊、肤色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内心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甚至行为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强烈的二质的习气所造成的，就是有这种强烈分别自他的这种惯性所造成的。举例来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这个身体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生活，但是呢，它也像是一个阻隔、一个墙一样，限制了我们的心事的一种自由的移动。那么，在我们死后，我们会说，进入中阴，心识离开身体之后，这个身体它被称为叫做维系身或一生身的状态存在。这个时候，你心识的能力它就不再受到局限，可以随意到达你想要去到的地方。所以，因为这时候你的心识不再被这种维系身、一生身所影响，所以你各种限制你的心识开展能力的这种逆缘障碍变少了。所以经典中会说，在中阴的时候，比起你活着的时候更容易认识出自心的实相。过去许多的祖师在经典当中都有这么提到。总之呢，讲回来，我们这里是谈到慈悲，大乘佛教当中谈到的慈悲，说的通俗一些吧。白话来讲就是什么呢？没有把别人当成别人，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自己，自他之间是无二无别的。这就是慈悲它的意思。比如说，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故事说，圣者，过去的祖师圣者可以，譬如说替别人承受痛苦，或者说替别人生病这样的一种能力。他为什么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想一想，可能有许多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圣者，他们的内心深处呢，就没有将自他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就是在他的心里就没有自他的分别，所以他能够没有任何私心的贪欲的，可以说全心全意完全的为他人利益他人，为他人付出。所以呢，我们平时在许多教言当中会听到说，告诉我们要珍惜他人胜过自己。
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一个这个能够这个舍下一切的这种大英雄，不是说要变成那样。事实上是和刚刚前面说的一样，这样子的观修是其实是改正我们错误的认知，以为有自他分别的认知，然后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实的情况，真正的面目是什么。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这里比喻我们收藏了一幅画、一张照片，因为你长期的把它卷起来收着，突然有一天你想说，我要把它摊开，要铺平欣赏的时候，它很自然的都会卷回来，对不对？但这时候你要该怎么办？就是你必须把它反过来的再用力的卷一下，这时候再打开的时候，它可能就变得比较平整了。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自他之间，我们太习惯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然后是独立自主的不同的个体。因为这种观念太强烈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的总是会内心深处想到的都是关爱自己，珍惜自己。或者说会对于譬如说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所认定的这些好朋友，也升起关爱之情，也比较容易。但是除此之外，要对任何其他人升起这种关爱之心，你会发现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在练心，就是修心的时候，是有次第的，所以你会先从珍惜自己开始，然后试着关爱他人，然后呢，再譬如说修自他平等，还有自他交换，然后直到修成到自他是无别的。修心练心的过程是要这样子持续努力的修持。那我们那个坚硬的一种自我的执着习性才有可能得到软化。还有我们紧抓着不放的那种以为是独立自主的这种概念的绳索，才有可能松解开来。所以最终我们才可能跟佛菩萨一样，体悟到自他完全平等，没有分别。那么讲到佛菩萨，站在佛菩萨的角度来看，他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佛菩萨他是没有我们和他们这样子的分别的。事实上，我们就是佛菩萨的一部分。我觉得佛菩萨他们是在这样，他们的认知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佛菩萨对我们的这种救度它是完全没有保留的，没有私心的，是完全平等的。而且经典中说，由于佛菩萨断证功德的一种圆满，所以使得他们超越了这种粗分的运身肉身，所以主要他们是以一种类似于意识一样的这种状态而存在。所以我们和佛菩萨之间的沟通，自然就是什么？透过心念，像是信心虔诚心，才能够沟通得了的。人跟人之间，我们说透过语言沟通嘛。那么你跟佛菩萨怎么沟通呢？你没办法像我们人跟人说话一样。所以当然我们的讲话祈请的语言文字，他们可能也听得到，但是实际上只要是我们的念头一升起，佛菩萨就瞬间可以说完全清楚地了解了我们的念头是什么。所以呢，平常我们都会做祈请还是发愿。如果你这个时候心口不一，
就是心口不如意的，或者说在那边装模作样的来发愿的话，或许你可以骗得了自己或骗得了别人，但佛菩萨们可都是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能够知道我们的心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动机一定要清净，而且要具备虔诚心，也就是当你在三宝面前祈请和发愿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念诵和祈请的时候，最关键重要的就是内心的想法是否清净，你是不是具备了虔诚。佛菩萨不会根据说谁烧的香比较粗，或者哪个人供的灯比较大，然后来决定要听谁的祈请。那个灯点的比较大的亮的，我要先听他的。或者说那个排队那个他是 VIP 是贵宾，所以呢来我先帮他，不会的。所以实际上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对他祈请，他是同一瞬间他们都能够听到了解到，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也没有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这样的分别，没有，他刹那间就知道众生的苦乐。所以没有这种先后主要次要的分别。总之呢，从佛菩萨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我们和佛菩萨之间他没有这种我们这样的分别，同时呢，他甚至也不会把某一个众生和另一个众生区分开来。所以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过外人，都是当成自家人。但问题是我们自己太没有信心了，或者是见外了，没信心了，所以才会把佛菩萨等于说就单独的摆出来，然后或者供在高处这样去仰望。而也就在那一刻开始，他被我们供出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和佛菩萨是有距离的。但事实上呢，自始至终呢，佛菩萨都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都没有分开过。不然我们都以为佛菩萨是在这个密严净土啊，或者在什么样的净土。总之你必须要拿一个望远镜才看得到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大乘谈到的慈悲，它就是建立在刚刚讲的这样一种很深刻的究竟的真理上而讲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真正了解慈悲的道理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帮助一切众生这种想要离苦得乐的心就不再是梦想了，而是你真的现实中能够做到的。举个例子来说，你每天也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得到快乐，不是吗？而你从来也不会觉得让自己快乐是件不能达成的宏愿，不是吗？所以当哪一天你真正认识到了所有众生和自己是没有差别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天，那很自然的慈悲，也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样的慈悲，自然而然就做成了，就达成了。所以呢，我想法入道的部分
这一次就说到这里了。虽然还想多讲一些无实空性的部分，但是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还是念一下这个第三法道解惑的经文。若以如是明了，方能由道解惑。初以观修无常之故，解贪着此生之惑；观修因果故，解邪见之惑；观修轮回过患故，解贪着轮回之惑；观修慈悲故，解小乘之惑；观修如梦似幻故，解物质之惑。总之，以上三乘之修持，可解下乘之迷惑。一般来说呢，道解惑可以由3个方面来阐述。一个是结合上师父的修持，第二个是同时结合下中上3种师父的修持，第3个是结合密乘而说。从这部经文来看，是第二个，就是同时结合3种师父的修持而说。那就这部分的重点呢，前面大致都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在这第2堂课当中，主要要谈的是惑显智的部分。那么在我们这次用到的文本当中提到的是，继而虽有惑显智者，借由观万法于究竟，乃无生无灭之修持力，得万法中任何显现与念想，皆为自性显现之确信，此时惑即显智。在谈到惑显智的时候，大部分的观点都认为惑显智主要谈的是密法的修行。但其实呢，也是有同时讲解显密的2种方式来讲解。所以在冈波巴大师他的法会开示录当中就曾提到说，这个惑显智呢，有依循显教来修持和依循密乘来修持这2种方式。所以这里就有提到说，首先显教波罗蜜乘的惑显智是依解惑之心，视世俗如梦幻。当此心体悟到一切能所二缘本来无异无二，自性清净无相无见，能所极尽远离细论时，此即惑显智时。所以这个就是显教的波罗蜜乘的惑显智的方式。第二个呢，接着大师提到说，密教金刚乘的惑显智是要彻见到一切惑与不惑在自心中本来无二无异，他们不过是心的自性本体与展现。迷惑者本身也是，就是惑它本身也是清明无念，其名空双运，难以指任，毫无间断，没有中心与边际。此名觉不僵固并赤裸。如此具身的心性即是法身的本质，具身的显现是法身的光芒。所有包括一切轮回与涅槃等我们所经验到的外境，都与自性无一无二。应让其显现为平等性与离心大乐。总之一切的迷惑都是无明，而当它们展现为明觉本质时，此即惑显智。所以也就是说，显教这里认为能所二缘的经验会在就是亲见法性的等持位的时候隐没，后的位时呢，则要依亲见法性的
本质的这种力量呢，于是呢，视这些世俗显象如梦如幻。而密教则认为，一切迷惑的显象都是源自于本来光明心，并且会在最后经过显、增、得这3个阶段的时候融入光明心。所以仅是让这个光明心现前，这些迷惑就会自然停止。所以上面那一段大概的意思就在讲这个。当然呢，真正的获显智的方式的确是必须依循了密法，特别是大手印之道来理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洛莱亚巴的四法大书当中就有提到总之不共大乘的修行方式并不会将一切课程迷惑视为所断，而会任其展现为本质。特别是此限量之道，不但不会直见一切迷乱的自信，更会依加持之力，刹那将其显现为本质的加持。此即为第4法获显智。所以可以说迷幻直接显现为本质。那这就是特别依靠大手印之道来解释获显智的部分。一般来说呢，因乘或果乘就是显密2乘，在亲见实相的方法和道法上的确是不同的。所以在冈波巴大师回答杜松前巴这样一个问答集当中就说到了，大师说道有3种，以理性为道，以加持为道和以限量为道。也就是在说，对于这样一个实相的亲见的了悟呢，如果依靠显教来说，主要是依靠比量，也就是理性逻辑来做观察，然后深入理解实相是什么。但密教的时候，主要是依本尊瑜伽、气脉明点等等这些缘起加持来体悟实相。而再到大手印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殊胜的上师的这种正确的指引跟教授，而能够赤裸的认出本然是的这种方便法，而作为它的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方式的。接着大师有说，步入3种道的行人呢，有分为2种，就是见根者与顿根者。顿根者指的是烦恼等障碍浅薄，修法的习气深厚，只有宿缘者，但他们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自认为自己是见根者。所以总之呢，你会看到这里这样的行者可以分为2种，就是见根者跟顿根者。所以顿根者呢，他是说烦恼障碍很浅薄，然后修法习气深厚，不只是今生过去生都有这样的修持。然后有的人会觉得顿根是今生不用修，是不是以前也不用修？并不是的。但众多的经典中提到的修行方式，大多是以3学的这种渐进式的学习为共通的，或者说藏传佛教当中更是会次第的、逐渐的这个三世道次第、三世佛道次第的方式来教学。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达波嘎举认为的这种顿修的而能够现证的这种修行方式不合理。其中可以说最大的一个这个批判者是谁呢？就是萨迦班智达。在他的一个3戒律的一个这个教本中就提到说，他就对我们
这个达波嘎举的教学次第有一些批判。他说呢，现今的所谓大手印和汉地法门的大圆满，由上降或由下生，渐次修或是顿修，除了更改别名之外，内容是没有丝毫的差别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在说，他认为达波嘎举将修行人分成渐根者与顿根者这样的一些观点跟说法，事实上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于这个汉地，来自于这个中国佛教的。而这里会提到说汉地法门大圆满，汉地并没有大圆满，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里这样提。总之，他这里主要提到的中国汉地是指中国佛教当中的禅宗。那么这个禅宗在藏人们怎么说，就是称它为中国和尚的见解。为什么它被称为和尚的见解呢？中国和尚的见解呢？所以和尚这个词在解释它其实指的就是在藏语当中的像是堪布，就是可以说亲教者，这个传戒者。所以它是一种，现在堪布呢已经变成一种就是学位哦，但其实过去按照经典来说，他是传戒的人才叫堪布，所以类似这里的和尚啊，其实就是可以说就是堪布，它原本的这个意思。所以就像是在藏传佛教当中所谓的喇嘛，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僧人都可以叫喇嘛，但是在国外来讲，看到藏传这个披着这样僧服的人都称叫喇嘛。所以这里对和尚就是称为什么叫中国和尚见，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么据说呢，在应该是公元第8世纪的时候，在公元786年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在公元第8世纪里面，当时是藏王赤松德赞执政的时期，所以藏王呢就从敦煌迎请中国的法师叫摩诃衍。其实摩诃衍它就是大乘的意思。那么迎请他入藏弘法。那么当时呢，也迎请了像莲花戒等等印度的大师入藏弘法，但是这两方面有矛盾。印度的论师们认为，这个摩诃衍就是这位中国的和尚的观点违背了佛教的见解，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争论。当时这段争论过程呢，被称为叫做顿渐之争。顿渐之争，那这个发音藏文也叫顿渐，但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在谈就是顿根跟就是顿修跟渐修之争。那么在现存的这些藏传史料当中大部分90%都认为是摩诃衍他输了这个辩论，所以因此呢，他的这些说法或者说传承不能在藏地弘扬，大部分都这么认为。所以呢，当藏族的很多论师们说
达波噶举呢，冈波巴大师依循的是中国和尚的观点时，就等于是很长的时间都给这个噶举派扣了一个大帽子，认为噶举观念是错的。但是呢，近代在敦煌出土了许多赞普王政时期的一些文献，其中有一个叫做《顿悟大乘正理诀》。这本书写于什么时候呢？是成书于公元的794年。那么那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这是顿渐之争结束的那一年。也就是这个顿渐之争结束的那一年。那么这本书有2个不同的版本，从敦煌出土的这个文献有2个不同的版本。一本呢现在存于这个法国的图书馆，一本呢存于这个英国的图书馆。总之呢，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提到了什么呢？就说赞普赤松德赞邀请了这个中国来的摩诃衍为首的3位中国法师，还有30位印度法师入藏弘法。同时摩诃衍呢，并且为赞普的王妃叫做莫卢氏剃度，使她成为藏传佛法史上第一位的女性出家人。同时在生年时那么印度的法师们向赞普说什么呢？禀报说，指责了摩诃衍的观念不符合佛法。所以这里就记载说，文献记载说，摩诃衍知道这件事之后感到很伤心，然后就向佛陀的这个圣像前祈愿之后，就主动希望能够跟印度的法师们辩论，并且得到了当时赞普藏王的允许。那么他就允许之后，得到允许之后呢，那么经过很长期的这个辩论之后呢，一般来说好像是1年2年的这样的辩论之后，大概3年的辩论之后，最后呢，印度的法师们呢还是无法战胜这个汉地来的这个摩诃衍。因此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既然呢谋划串联要伤害这个摩诃衍，这样子做了之后，导致呢摩诃衍的一个藏族弟子叫做乞舍弥师这样一位弟子，然后死谏的这种方式来抗议，结果让这个印度的法师们恐惧万分，无法再捣乱，有这样一段历史。终于呢是在数年正月15日，赞普才宣诏下令说，摩诃衍所说的禅宗法义完全符合佛经，亦无差异。从今以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学习。所以这是在序言当中，这本书敦煌出土的序言中提到。不但如此，此书中呢还详细记载了当时整个的问答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我们一定得看的。然而这本书目前只有中文，现在有人将这个中文翻译成藏文，我呢也翻译了这本书的序文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赞普时代的敦煌目录中还有就是赞普时代有敦煌目录，就类似的目录有三部那么在总之3部当中有1部是没有的。总之呢，在这个敦煌目录庞唐马之敦煌目录中还有提到说有一个叫卧轮禅师看心法等等禅宗大师的著名的这些名录都有。所以总之在赤松德赞赞普时代赤松德赞之后就有这样子的记录。同样呢还有一个叫努钦佛智，我不确定他是什么时代的人，有的时候说是在赤松德赞那个年代的一位大师，也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说法。总之呢，努钦佛智所写的一个叫《禅定目句》当中怎么说呢？那么显教可依弟子的根器立敦，分成顿渐2门。那么渐门呢，就是由印度的莲花戒论师的观点，主要依循的是不圆满的不疗易经。那么顿门是什么呢？是从迦摄尊者一路经由达摩祖师传承到，所以这里提到说一路经由达摩祖师传承到摩诃衍的禅宗，这是这个中国和尚汉地和尚的禅宗此即依循了了义经的顿门。所以这里谈到了这个刚刚谈到藏文叫做中国和尚见总之或者说这里所谓的禅宗。可以说这个传承它是可以说是了义跟不了义都圆满的这样一个传承。那么禅宗呢，它也是源自于印度的，它并不是说这个中国佛教自己创立出来的，并不是。那么禅宗呢，它是由这个达摩祖师所创立，他的见解主要是依靠这个三转法轮的入楞解经为主，然后他的传承下来到第6祖是慧能大师，他是一位很出名的这位禅宗的大师。从他开始认为呢，二转法轮的般若经，像是这个金刚经等等才是了义的。这位慧能大师其实是不识字的，但是对于般若的离言思这些内容天生就有一种信心，所以他不依文字，仅仅是依靠上师的这个阐释的一种教言而了悟心性。所以他开创的禅宗可以说叫做南宗，南方的这个宗派，或者也叫顿宗。他还有另外还有一位大师，他是慧能的老师弘忍的另外一个优秀的学生，叫做神秀。这位神秀大师是精通显教三藏的大师。那么
他也是弘忍大师中最知名的一个学者。但是呢，弘忍主要传法给了慧能，所以神秀结果没有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发展，所以他就叫这个北宗，或者叫剑宗。所以呢，禅宗里面它也有顿门跟剑门两个，所以他们的剑门是指说是什么呢？是慢慢要先透过这个知识啊、经论的学习，慢慢去修，而习望修心啊。那么顿悟是指说不立文字，彻究心源。所以呢，不一定说中国和尚剑就一定是所谓的顿修的顿门而已，不一定的。同样，还有在天台宗，中国佛教当中，主要是依据的是《妙法莲华经》，也有这种顿宗跟剑宗的说法。他们认为说，大乘种性开启者就是顿修、顿根者，剑根者呢，也就是说还没有这个大乘的种性未开显的，才是剑修的行者。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总之呢，这里我们会说摩诃眼的见解，我觉得这个本身这句或者说和尚见本身就错了，它并不是某个人的见解，应该要清楚说，它就是禅宗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它并不是某个人的这个见解。所以现在我们谈到禅宗，其实是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这样一个名称了。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禅宗是错的，观念是错的，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藏人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别人都错了，就是过去的人是这么说了，我们也就跟着说，所以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但现在我们说，我们都可以走出这个藏地那么到了全世界，那么如果我们还按照过去的历史这种错误的方式误解了这个史实，根据过去所这样的判定人云亦云的话，那就不太行了。总之呢，我们藏人在谈到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就是别人怎么说就跟着说，很少会去亲自的自己去思辨。所以如果过去的人说错了，后面的自然都会跟着他说，而误解了真正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要导正这个错误，首先我们必须要先保持一个公正的心然后持平公正的心，而且避免别人人云亦云，然后以真正的一种理性的分析去对于这些问题做观察跟研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才会知道说很多历史当中我们是不是误解了，或者说当时的一些说法历史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总之今天要说的说了很多，说了剑门、顿门，也说到了这个噶举的可以说4种瑜伽的部分。那很多人会说瑜伽的这种4种次第，有的人会说这在经典序典当中都没有说是不是噶举的这个自己新创立的。本来我也想说一下这部分，但时间也不够。
总之，或许之后再有多一些时间的话，再跟各位说了。 对，这当大这里啊，这滚雪的，那么我们这一次辩经法会上，有这次的课程，那我也尽力的想要说的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好。但还是尽量为了这个缘起，还有圆满各位的心意，所以讲说了。或许在藏历年的时候，为了尼众的参谋比丘尼辩经的时候，可能在1个星期再讲课吧。但是那个时候到底要说几天还不确定，但就是想到觉得，哎，那个时候或许可以再讲课，但还没有完全确定时间日期。然后再来是听说各佛学院好像要献牲口鱼供养。如果我真的在你们现场，那我觉得供养才好像比较有意思。透过网络供养的话，首先我拿也拿不到，你们供也供不到，但只是好像哦，我供养了，我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想法而已。过去有一个故事，就说上师在灌顶，有个上师总是说啊，你要想说你得到灌顶了，那这个人他就说，这个说法不错，他也学一学，所以呢，他也拿了一把的这个酥油，希望上师你想你得到了这个酥油，接着他要把酥油收回来。在之后呢，是由这次主办的苏曼嘎举佛学院，好像要说一些感谢的话。본소대 강기 셈베 오동 바로 장링샷 세기는 도나리 슈쿨라 김주 카다르 양베 젠다 치주 좀라 나와주 이 승기 포조나 칠레 직도 되바 자로 목카마 발라데 제 차스는 주식 메소 추부 오도단 시숨긴 주구니 마드레베 자시 친구 줘봐 감수 취지자고 빠르 겨루 산지 karma 우게도 칠레 온게도 지초라 가데 투순 지고네 라레카 주베 셰제 켈로 내용이 잡체네 토마르 구숨 미치 방어의 상지 저시 델리슈와 잡지 경험과 주베 셰가 카리
지튀기 슈드이 닝고 발람 치나기 유긴 나솔라 데니 가주비 지 주소기 제고 카드 장원초 무스 직접장 마토바데 베기 카베라 따기 케마 니니 비르나 슈티르 제바다 유리 실라 샤르 자주 송투기 카바 체베 마미기 다초다 불륜이 진짜 오메도 겨 원장 남지 시별로 다그르시 팔에 조함치다 제가 다저 조구이 가지베 지중나 특지치 시기론 지디 달린 다군 추시 송초 가린 양바데 나수 시자 카고자 마세 잠리 데데 미마 용조 공부 출라 제바다 담비 출 롱수 주지 가산이 복합 중지 관계 특지 좀베 지서로 사기기 추게 자연 조비 꾸준히 통수 미지 직대지 카페 롱고지 나두기 간데 풀나에 샬도 마치 원장 지주기에 대담 무규 작업까지 주 근자군이 도쇼고 걸마차 대양 깨롱고지 집이 샬네 대바 진기 강사 포모로 배중 강도 마슈 거냐유 제송바다 공을 세메 톡 나수 시에자와 카구나 자랑주네 믹서도 자원 이신으로 파자주요바 수르지주요베 고간나웨 카르 당사 메나기 유조와제 수주사 기나와 가데 조순지고네 가진 할로도 지슈주이 마시가주 몰론테양 데로모스 초마토나야 가주 군주시엔도 자원 초기 대가서 자랑토로 순주까지 견주 주주의 공부 관계 추초라 쇼비 비윤다라 랑도드 표성 건성 셰드드 치조 점수 니드드 키송 상수 혼이 뒤다와 쇼발라 다제 지주바 용기 센스 꾸니 모수 소굴라 페바다 가와 대박 시대의 조나이 캬티 오바 순주 사르바 게시 참소 슈소 대인 주초 마르비 다소기 다음사 맹하게 추드르 진이지 요바 대다 병원기 게베 마모드 주베 갑더 장원 이신으로 초기 내송기 두개 유수비니 다대제 라마나 주베 제와 게이토 자주 제 세바다 제 간부베 제베 타고 타디게 제와 제시발라 가부 이랑 슈주다 다도 고이 토도 라마가 주베 제와 다부 추시 제와 자수나 좀 소르데 슈주이 대사마세랑 레로니르와 용라 슝제 카게 제자 좀 마시바 시기네 쫄마토바 타나 슝 지기 치니 이나에 셰자레라 조삼 먼저와 레 따부 속 가카 제바 대달라 타주다 제상 카서부 요바시 자수 제나로지 소와 푸수수데발라소 레 영어 이신을 보죠 그세디 상순기 유대 탐제 나와야기 모다 원의 건 태와 국기의 세마 타다 비비도 신의 조율 소나기 part rap스 추셰게 단다 하면 슈티 사문네로기 뒤양소 참 시바스나 조지 키주 셰라기 쇼송양도 하나인소 파비 땅에 물배 소나 함에도 좀데 마시미시 시바르 미교와 따데 용루기 시수쇼바르 하르메와 다자비니 세락 탐지 야쇼카마바이 제수 장추도 게리게 타고 균에 칠레 베베니 토슈 서와마 나 캠버를 뭐지 양미시고当送的这个天母人们现在念得很好。以前我们编经法会的时候，有那个维诺，好像 Kempo 你那时候比较没有当那个维诺敲那个饶巴的经验，
好像那时候他的手都起泡了，所以谢谢你。那所以还是其他人先静音。那么，总之这次的这个辩经法会呢，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讲这样一个甚深广大的司法，我自己也觉得很幸运。我觉得也要非常谢谢你们给予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么当然最主要，苏曼寺还有苏曼高汪仁波切，还有苏曼寺、苏曼的佛学院，由于是你们的这个安排之下，请求之下哦，那么才有这次的课程，所以要谢谢你们。其他就没有要多说了。从荧幕上看过去，那么首先我自己没有像过去的祖师任何的这种证悟，那么只是当自己身处在这样一个末法时代，尤其噶举派比较式微的时候，也觉得要更加努力，有一个责任在。过去这1-2年当中，我有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活久一点。以前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有些原因的。所以可能为了佛教，为了众生可以要活久一点，不是说我很有能力哦，而是说感受到真的我不做不行，然后也不能总是期待别人会那么去做。尤其未来这些噶举的法王法子，他们都会再转世再来，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好，我什么都不做，就把工作丢给他们，这样是不负责任不行的。所以觉得自己为了这件事，可能要稍微长寿一点才做得到。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到底能活多长多久，我不知道，但希望能够长寿一些，能够为教法为众生再多做些事情。那么今年一般说是我的本命年，那么也很感谢各个寺院，为了我呢也一直在很好的修法，所以也借这个机会特别要谢谢你们，很感恩你们。所以呢，因为你们的发心，因为你们的祈愿，那么同时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想要继续尽量为佛教为众生多做些事情这样一个心愿。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个长寿一点。看到过去很多这些祖师的传记记载说，有的祖师就是因为寿命不够长，但就因此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传扬佛教。所以总之呢，也希望大家我们一起这样来发愿。那么我要做个宣布，就是噶举祈愿法会今年没有办法举办，所以换一种方式，一个会在这个网络上呢带领有这样一个课诵念诵祈愿，就是在1月20号到28号，对不起，20到27号有8天的时间，1月20到27号会有这样的祈愿，就像之前疫情的时候有带领大家课诵，所以呢，
那接下来我也会用中英文说一次。2020 was a difficult year for everyone becau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n 2021, it is not possible to hold the Kagyu Malam in Bodh Gaya. So from January 20th to January 27th, there will be a program of 8 days of prayers called Aspirations to the End Adversity. Like before,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prayers every day. The sessions will start at 1300 GMT, and the prayers will be available in an ebook on the Dharma eBooks website. They have one Dharma eBooks website. OK， 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就2020年呢，就是对于这个每一个人来说的话，都是非常辛苦的一年。而今年的这个2021年的这个祈愿法会也无法举行在菩提迦耶，所以呢，从这个月的这个20到27号，我会带领大家进行为期8天的网络共修，叫做除障祈愿共修。跟去年的这个祛病消灾的共修一样，我们每天都会念诵不同的内容。8天当中呢，每天的这个共修都会在格林位置就是标准时间的这个13点钟开始。共修的法本也将在这个近期上传在这个 Dharma eBook 的这个正法电子是吧？正法网站是吧？电子书的这么一个网站上面，所以呢，之后大家都可以下载。다 가지고 된데 아니다. 대수아니다 라. 어래다. 당연히 대수으로. 소나멘데 담제 세관이 돈네 예배 라나마 범제 개가나지 바로베 주바이 세베 소레 저와 저와라쇼 시제벤주로 마류정의지 도베 덴바 유리 네바 진진 제베 기부 당바는 벤주로 기진 유리 샤벤쇼 개근인지라서 까마바 예근 칠레지그 까마 개근 동서 왕그로 까마바 우연전데 텔레 샤벤스 청아 친부라인 동해 semjen 다기 개바 세와 삼예소 최전 제제죠 아디 나 Namo Guru Lama Nanda Yedam Genguru La Juju Dusuen Gyawa Sedanji Lala Zegon Dagi Menama Noe Shishin Drubi Dungiru Shenlang Dada Daye Simjen Tamji Ge Samjuru Namda Kanri Lege Kosum Nyome Gezo Chugen Na Gyawa Kuji Gyasran Chugen Sesedemo doba dize doy gedan geve zerbe gündoy Tidan dunge rayam meda sin dega gazre benazre baş Tejro jodo deze şero de şenye sanden dan beçidon Seshen rola başı mazye bra zerbe gündoy nan cücema Rêdebe misérele, je me rassemble des hommes,
공정외계 니로 지진에서 시로 손게 나오라게 봐 다시 다제 뒤니시에 두그러다제 손이 남저 시시다제 뒤니제도 베고주메베 세단제브라 정시승리 사동송주 나정체상신 도시nen주로 장저루부 주베즈마 나장대제제 주구롱 신라론도 제바다에 데데라마에 교화공벤 공대근라 사정제베 저다공제베 딩당대마 최능은 담제 생계남주 대생내생매 생계모외 동시만가 지안나와 대리브라다네 시사제바 예마녀외 라나유도 르마리왕게라리다고 인세왕게 시베론도 야마리주베 세드라제바 야바마예 야외야마 세메바마예 콘데군게시 간도마예 손조메 나타제심게 신예도바 디셰자 관계 전바 메디미셰자 관계 가바 노렌데베 진인드마 제양다 된게 다네게브라 니마도 거베갸조로 그런디니도나 상계시나 당신디 디메가야 메주니 그지 상내르구나 노여슬로 도여슬 데도여슬로 주야랑게 예양슬로 가야세 베로도담제 생라제 日节之为公家马的金汤面日子龙给马子马子牛不拉让不就是别生的娘嘞给先用了查拉都别我都不让是些要别生给就俺给提木牛别芝麻汤子为新年要做没有点不 Tamezela yang debe se domi dene jishe lagre yamedela de sonjeba nye chime rango rangi sheba yula debe yume senso don zemla debe seme ngowe yila debe ninze razara vese senge nelo dobra 이제자원 드네 자야 제다다 제와 우마 첨보이 드네 군드 조세세양 자 지시 군드 도베딘 첨보메베 대생균제 메센세메베 세르요 노렌데베 메돌륜게 조세메냠뇨 균체메바 上心良言，只把让子了，人多只把让心一所。他们先把帮忙这多，没这青年等不了到。这月让心大多三夜，呀马到王爷他们过了。冬天没得没别生见了，生命年纪越来越好。 세미지 자양아 베지딩 어워 동들진 바라 송조가사 제베 남존데 자메니세 군도 공바 군도레조 젠당을시 다 심지민지 상계 신러와 상계 전어 제베 나라만조 조미장송만 다시 상계 求君将我世界都见，那么不给我今年月别，铁打了大当，心间当真，给没了那的，细心住有罗子。那你给我当街头，两面大五个月，开不了半天干嘛吧？记住见到面这小，好拉手。 拿手，兔子切，拿手。